再来看屏东市的第一线，伫12月初连续2天发生3件车祸，有2个骑脚踏车的民众，甲一个骑乌托邦的民众哦，计共是3个人死亡。其中骑脚踏车死亡的民众，拢已经是超过70岁的时段。青色车头的拖帮车准备要正弯，边仔一台脚踏车嘛要过路口，互相无注意到，拖帮车直接对脚踏车撞落。这件车祸发生伫12月初2中昼，屏东市的和兴路和工业6路的路口，造成77岁姓李的负责人当场死亡。同一天的暗时，建国路往高明大桥方向，因为白色轿车违规停伫慢车道检查车况，一名骑乌托邦69岁姓郑的查甫人闪袂赴，直接对轿车后壁撞落。医护人员接到通报到现场，落尾嘛是救无起来。过无24点钟，相隔无到1公里，高平大桥往屏东市方向，一台乌托邦想要闪脚踏车袂赴，直接撞落。骑脚踏车73岁姓谢的负责人，倒去了后就无振动，送病院最后救无活。要闪事故的其他乌托邦嘛拢跋倒受伤，实际到车祸现场，佮看到安全无限机车零件落伫路边。我看到的是脚踏车啊，2台乌托邦。脚踏车迄个吼，伊就倒落来。本月2日内连续发生3起重大交通事故，均造成用路人不幸身亡。本分局提醒用路人，请主动远离大型车辆，避免死角风险。行车前务必完整检查车辆状况，请驾驶人务必依速线行驶，保持安全距离。屏东市第一线伫2天内底发生3件死亡车祸，致使3位士大死亡。主要第一线路况，汽机车咧驶时车速拢会加较紧。警方嘛呼吁民众出外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，遵照道路的速度驶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